好，拄则大家听到的是国民党立法委员周万安上新的讲法。其他社会消息，先来关心花莲中顺街昨晚头一只轿车弄入去徛街一楼餐厅，该在去当时店里无人，无人受伤，赛车的人伊嘛平安无代志。伊讲因为一时细心正挖了后，才会弄入去内底，结果目睭一届弄无够，搁两届弄来斗。一台白色轿车就安尼掉伫花莲中顺街的人的一楼内底，搁出动拖车来甲拖出来。这间餐厅玻璃破气碰椅嘛拢害去，车的板嘛甲车牌嘛拢掉伫厝内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原来迄当阵驾驶失去控制，想要正歪，结果弄入去人的店内，想讲要驶北区，甲车驶出去，煞搁顺共款的路线，搁弄一届。昨暗时食酒，再去。你？不有酒。是食药啊哟？应该是。哦。所以没有判断那么的精确。这个穿蓝色外套姓黄的驾驶无受伤，承认家己前一天有食爱困药啊，无啉酒，因为精神无好才会发生意外。刚好这家的人今天都不在，所以里面都没有人，不然是平常里面很多人。厝边讲，迄当阵听到一声足大声的，就走出来看，好佳在餐厅拢无人，才无造成伤亡。出门就撞上来了。我都很认真。花卡倒去，空心装喙齿，好佳在休假日餐厅的人拢无颠，若无休，搁想到唔敢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